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莎的台语教室，我是丽莎。因为你要过年啊，所以这摆咧，我要来甲大家分享一寡伫传统上过年爱食的年菜。伫咧影片开始进前，我想要先甲大家报告一下，丽莎频道的会员制度咧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斗支持一下，多谢啊！娃娃 TV。伫咧过年，相信大家拢会食火锅来围炉，代表团圆。啊，伫过年一定爱有的菜咧，就是鱼仔。因为华语讲年年有余，所以过年咧一定爱有鱼仔，而且一定爱食好春，安尼才会年年拢有春。另外一个一定爱有的菜咧，就是鸡仔。因为国家的这个鸡咧，甲厝的这个鸡咧是同款的发音，所以过年咧爱食鸡仔，代表起鸡，而且一定爱全鸡哦，代表全鸡火仔。刷来咧是水饺，水饺咧代表元宝，就是钱嘛。我细汉的时阵咧，厝里咧准备过年包水饺的时阵咧，拢会包一粒内底有一个1箍，但是啥物人食着迄粒咧，就代表伊今年咧会足好运咧，会发大财。所以若是啥物人食着咧，阮阿公一定带伊去参拜啦。好啊，过年的时阵咧，佮爱食长年菜。长年菜咧，就是咱咧讲的挂菜啦。伫咧过年咧，一定爱食长年菜，才会长岁寿哦。抑佮有一定嘛爱食发粿，才会发大财。好啊，过年的时阵咧，佮爱食菜头，才会有好彩头。所以因阵过年的时阵咧，阮兜一定拢会有菜头粿。好啊，过年的时阵咧，佮爱食糖仔、土豆，抑佮有粿子。食糖仔，食甜甜好过年；食土豆咧，食好老。食粿子咧，代表新的一年拢会有好日子。所以因阵逐摆要过年的时阵吼，阮阿嬷拢会走去阮高雄的中街啊，传食的物件。糖仔咧，就有亲像圆角角的巧克力豆，抑佮有迄用糖仔甲梅仔包起来，迄金色的糖仔，我毋知迄叫啥物名啦，反正我就爱食迄。啊，土豆咧，就有迄白色、红色的土豆糖。这个物件买回来以后咧，就会甲因放入去一个盒仔内底，然后咧放伫咧客厅的桌仔顶。过年的时阵咧，大家就会当哪开讲、哪看电视、哪食这个四修啊。好啊，过年的时阵咧，果子爱食苹果、柑仔，抑佮有旺来。食苹果咧，代表会当平平安安；食柑仔咧，代表会当大吉大利，会当有好结条啦。啊，食旺来咧，会当互好运旺来。不过听讲有一寡行业的人咧是无咧食旺来，因为食了会出代志。亲像毕志时的医生护士，若是食旺来咧，迄天就有足侪病人会无闲死。啊，若是警察食旺来咧，迄天就有足侪案件的，安尼就代表治安无好。所以有一寡无适合收旺的行业咧，就袂去食旺来啊。好，差不多就是安尼啊。毋知影大家咧过年的时阵，厝里佫会食啥物物件咧？阮兜是佫会食乌鱼子甲鵪鶉啦。乌鱼子甲鵪鶉咧，伫阮兜是足罕见的料理，因为贵松松，所以基本上敢若伫咧过年，也是有人办桌去互请的时阵食会着尔。其他的时阵咧，基本上拢是食袂着的。所以因阵我逐当拢足期待过年的。毋知影大家伫咧过年的时阵，厝里佫会食啥物其他的物件，都欢迎甲我分享一下哦。我是丽莎，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是有介意我影片的话咧，莫忘记帮我点赞，佫爱分享出去。啊，要订阅的观众朋友咧，嘛要记帮我一订阅咧，个隔壁的小铃铛，安尼会收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，要记丽莎的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，嘛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丽莎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， 嘛欢迎大家甲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大发财！